过年期间，四界农历塞车，长时间坐踮咧车顶是真熬，腰酸背痛。医师表示，依照全台湾各道休息站的分布，建议赛车经过3个休息站，还是经过1点钟，就应该停落来休困、行行咧。若无，这对腰是真伤，而且嘛较高的疲劳会失神。 车一台煞一台，一直开入来，毋过到这路口，其实拢客条咧，无法度振动。正月初三，中部气温回升，真侪人出来佚佗。下晡3点，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，真侪人车也真多。有民众原定中昼对台北出发要去高雄，结果开3点钟，敢若到台中，赶紧找服务区休困行动一下。脊椎部分啊，哎呀，不舒服。它还有那个后脖子的部分，要固定一个姿势。对啊。 就比较累一些吧，对我来讲是还好啦，主要是小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厕所啊、吃东西比较麻烦一些。有骨科医师分析，台湾各道休困站甲服务站的距离，以时速100正做有适平均的车速。伊建议每3站也是每1点钟就要强制休困1摆，因为人的腰脊骨坐着比徛着的时阵压力大7.5倍。 当我们人是直立的时候，假设它的压力是1分的话，当我们在坐着的时候是1.5倍。也就是说，你在长时间的久坐之后，腰部会非常不舒服，椎间盘压力会变大。最少，我建议就是1个小时要下来交流道1次。以国道1号路南围咧，经过湖口到泰安拢无停，建议下13赛里就要休困，因为规车的人坐着上少已经86分钟啊。医师也建议，坐公车的人会使轮流开，安尼较袂伤到腰脊骨，行车的效率加车注意力拢会使提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